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所了的一个来宾吼，非常特别，因为伊平常时如迄个访问朋友，吼，不少接受访问，因为伊是一个报头仔。今日来宾都是报头仔嘅营运长李雪莉，欢迎雪莉。玉荣好，谢谢来做客，这样我非常荣幸，因为我想有在看报道者的那个观众朋友都知道，雪莉非常的忙。然后为什么会请雪莉来呢？我相信这个小秘密很多人不知道，就是10多年前刚好认识雪莉，也是因为才访问你。对对，那个时候知道一个秘密，就是雪莉的妈妈是客家人。哦，是吗？是在那个时候你记得了这件事，而且还另外一个记得的事情是，因为我记性很差，我很少会记得跟人的第一次见面说了什么。可是你一定忘记了，那时候第一次见面，然后我称赞了你的穿搭风格，我说我很喜欢你的穿搭风格，然后你说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去逛街。天哪，我真的忘记了，你一定不记得。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杨颖都按七妹，我觉得这个人好有趣。我们第一次见面哦，然后他邀我一起去逛街，同时会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那时候我就已经非常崇拜。第二是我不觉得你是随便说说，就是你在讲的那个当下，你不会觉得我只是一个 social 的谈话，同时会觉得不可能，又觉得没有不可能。可是艺荣我也记得那一次我们的见面你走进来的样子以及我们坐的位置，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是一个记性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人，但是我记得那一刻，因为我觉得你的采访就是非常的专注，然后你是做好准备的，你对于专业这件事情有你自己的坚持。那因为那个是我很少在电视台的记者看到的，就是不常见，就是非常非常认真和专注，所以我也很记得那一次的访谈。对，只是我不记得我们说了你称赞了我的穿着这件事情。对，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个感觉，你看刚过亚个记者，这个记者可能不太需要破冰，因为你马上会给人一个信任感，跟温暖善良的感觉，这也是我蛮常感受到记者有的特质。所以说不定一个记者除了能力以外，那个性格特质，我觉得可能也是成为记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邀请雪莉来。一定很多人对雪莉有蛮个特别的故事，不知道你的故事。然后我们今天就请雪莉带来一些小物品，看来您是亚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记者的标杆。我哈没有，蛮个好播的故事。看来马上讲处理分案的地方，给您雪莉带来嘅对于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有看到。雪莉在这有看到我年轻时候的穿搭而且他就是写2004到05对对对，这个是亚海马给，这个好特别的，这个是我对，这个是我2004和05年去了蒙特楼，就是做一个 scholarship， 那个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记忆，来自14个国家，有欧洲、非洲，然后北美洲跟南美洲，还有亚洲的记者。那14个人住在一个非常大的，大概有100年历史的宅院里面。那其实2004年，我觉得还是一个没有那么数位化的时代，它还是比较类比的时代。那虽然我们很多人开始旅行了，可是现在像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觉得旅行都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朋友在世界各国都可以见面。可是我觉得20年前还不是一个那样的时代。所以能够跟一次跟来自就是说加我14个国家嘛，来自13个国家的人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你要共同生活1年，然后看到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习惯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在 McGill 大学，就是 Montreal 的最好的学校 McGill 大学一起读书，一起修课，然后这边会有很多的 seminar， 我们一起去旅行。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来这栋房子采访，因为这个 project 就很有趣，他把14个国家的人放在一起。那他就问了一句话，因为这边有一个台湾女生跟一个中国男生，他的标题就写得很有趣，他写说 Would the Chinese man and the Taiwanese woman get along？
他说中国男人跟台湾女人真的可以和平共处吗？真的可以相处吗？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开启，对于中国的认识。对，这个时期是你当记者多久？其实没有多久我1999年当记者，所以大概是5年的时间。对，在1980年代出生以前，我觉得我们的认同常常是还是存在那种党国教育，在中学以前都是党国教育，所以一到了世界，一到了不同的地方，而且还跟一个中国的男生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那个很大的冲击啊！包括到底谁才是 Chinese 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起点，可能是跟我之后想要去中国外派，然后做更多的不管是国际调查啦，或者是做很多的国际报道、城市报道，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对。好，那就看天以后，这里带来嘅物品。那后面没囤记者生啊？车牌，一个茶牌，对，这不是自己做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对，这个车牌，这个来历是什么？其实2004年就是刚好我那一年结婚，那我跟就是这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在 SARS 之后吧，我们就决定互定终身。可是因为还很年轻，才28岁嘛，28、29岁，觉得好像想要再有试探自己、探索自己的可能，所以我就申请了加拿大的这个 scholarship。那我先生就申请了纽约的博士。我觉得那个是我们自立的一个开始，就是自己独立生活的一个开始。其实28岁算是有一点晚了，我觉得独立生活，对。可是就是东方世界，就包括台湾，爸爸妈妈跟小孩子还是常常居住在一起，因为家庭的凝聚力很强，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真正的自立生活的开始。可是你那个时候跟他黑周记者差不多5年，其实应该会想要继续发展。对，可是为什么会决定？因为不可能是想说去纽约、去加拿大当记者嘛，对不对？我可能刚好那时候就是我在天下杂志工作嘛，天下杂志是一个蛮国际化的媒体，就是每一个人的英语能力也都非常好。可是我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出国，这可能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我才会想说，那也许我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够支持我，就是出国留学，那我有没有可能用别的方式来扩展我的国际观和视野？所以我就用申请的方式，我好像所有的 scholarship 都是靠我自己去申请的，因为很会写嘛，然后很会面试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去申请了，到了加拿大。那对于我那个还蛮年轻的我，还不到30岁的我也想说探索自己到底是不是要在这一条路一直走下去。对，所以有一点 gap year 的感觉。好，那就看第3封这里带来的物品，会不会讨论太严肃了？不会，来就看第3封黑马嘅，来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对呀，很多摸一个胸片，要给资讯遮住。我常忘记他是哪一年出生的。对，他会说你每次都记错我出生的那一年。95年。对，95年。女儿，你说是一个女儿，对不对？一个女儿。呀哈，一胎18岁，18岁，对，要19岁了。你本来就有想要生小孩吗？你看起来不像。我以为我生不出来，因为太忙了。对，然后那时候先生又在美国读博士，就是空中飞人，可是可能还蛮年轻的，就意外的顺利。你们应该是感情好的那种。很好，很像姐妹，就是她给了我很多的功课，我们也是很互相学习和成长。有小孩的那一刻，你还记得是什么感受吗？完全记得啊！我就去了诊所，再做了确认。我还记得我躺在诊所的时候，那个妇产科一个女医师跟我讲说，她不是先跟我说恭喜，她是说很小声的 whisper 说，你要留下孩子吗？然后我就瞪大眼睛说，我当然要留下孩子啊。后来想说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太多人不要小孩了。我很印象深刻是这件事情。然后我在街头就跟我先生拥抱，
其实有一点喜极而泣，是觉得哇，来得很意外，我们也没有决定要或不要，但是这个生命就来报道了，他就选择了我们。是在台湾吗？在台湾。然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我父亲，然后我发现我父亲异常的冷静，他就说：“哦，你喜欢这个决定吗？”所以我不知道他好像觉得我要小孩。对，我就想说，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女性不一定要生小孩，或者是生小孩会不会阻碍了一个女人的发展呢？对，后来回过头来看，的确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就是你要做一个假设你要在你的工作上很杰出。然后你要同时担任母职，这好像是一个不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记得我要去外派的时候，他才4、5岁嘛。那每一个人问我就说：“你不会舍不得吗？”那我想说，你会这样问一个男人吗？如果一个男人要去北京外派的时候，你会跟他讲：“你怎么会舍不得吗？”对，你不会舍不得吗？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你那个照顾的角色一直都是在的。对，或是那个期许一直都是在的。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遇到了，就是有很好的队友，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支持体系。对，所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职场这样。我们呢聊一下，我们够继续来谈这里的故事。每一次进入海关，进到北京的海关，我自己会感觉不自由。会很有压力，我们的电话其实可能都是被监控的，然后只有离开了北京的海关，登上飞机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接下來做客慢嘢來了，眼前前面有唱到嘅係波頭站嘅營運長李雪莉，好多謝你講到其實同記者工作有失敗有關，不過也冇按相關啦吼，都係小課堂喺度，而做乜嘅會想要繼續做一個條路。剛才你今日看到嘅呢，都係就是記者工作裡面很重要的物品了。剛剛是其實連接到蠻多跟你的家人有關，然後這個看起來就。有一點專業嗎？這個要一直留着，這個很珍貴的文物。對，因為現在技術變化太快了。我那一天，因為易容問我有什麼樣的小物嘛，我那天還翻到那個就是錄音機，天啊，以前錄音機也太大台了，還有卡帶，然後這個是單眼相機，是我在北京外派的時候去買的，因為那時候外派北京。代表天下雜誌的時候，其實我就是一個人。那過去在台灣，你會有文字記者，也會有一個攝影記者嘛。可是到那邊就是我一個文字記者，所以我就一個人而已。對，我一個人，因為外派需要很多的資源，對。所以如果不是大的專題，我通常不會再找一個攝影協助，我就自己拍攝了。對。那個時候的外派是你自己爭取嗎？還是？對，自己爭取。在2010年的時候，就是剛剛講，就是對於中國的發展很有興趣。以前到中國採訪，大概就是去了幾天，然後就回來嘛。你看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的時候上海世博，所以中國其實真的就在崛起。那剛剛有提到就是。作為記者，你不太可能不了解中國的變化，對，所以就去了。那我記得那是天下雜誌第一個外派，老闆看了我一眼，然後又看了別人。其實我心裡有感覺到，他可能是希望我過去，但是我有家庭嘛，小孩子還小，所以我都回到家裡問我先生，我就說，你知道，公司要派一個人到北京去，那可是我不能。他就說為什麼？我說因為Alan 還小啊，對，所以我沒有辦法過去。結果他就在那個禮拜每天晚上回到家裡就跟我唱 One Night in Beijing， 然後我就想說你這個是要擾動我的心情嗎？他就問我說你如果沒有去，你會不會很後悔？會不會有遺憾？他說會不會有遺憾？我說應該會有遺憾吧，但是也不會說就是多大的後悔，就是覺得是人生可惜的地方。他說只要你有遺憾，你就一定要去。所以我後來就在他的鼓勵下，就爭取了這個外派的機會。那次外派應該受到很多衝擊，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中国的认识只有小学的认识。就是包括说我去到内蒙古，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小镇里面小乡村，他的学校里面就摆了很多的照片，那挂在墙上的照片通常就是最重要的嘛，就是他居然挂了孙中山、毛泽东还有列宁。我想说这3个人为什么会摆在一起呢？孙中山不是我们的国父吗？所以从那个历史的角度，还有整个叙事的角度，就是国家论述的角度，都非常的冲击你。那我还记得。就是在那边的采访的游戏规则也非常不一样，因为我总是要填那个台湾记者回中国大陆采访登记表。我想说，我为什么是回去呢？对，这个也很挑战我对自己的认同。那在台北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我采访过非常多，其实历任总统几乎都采访过了。可是到那边，你就会发现，你怎么连一个重庆市的市委书记你都很难约访到，因为就是一个。人口跟台湾还比台湾大这样子，所以可能编辑台就问我说：“台湾的总统你都采访过了啊，怎么那边那么难约访？因为他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枪杆子和笔杆子不放的地方，就是他的逻辑跟台湾的民主运作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进入海关，进到北京的海关，我自己会感觉不自由，会很有压力。”因为我们很多的我们的电话其实可能都是被监控的，然后只有离开了北京的海关，然后登上飞机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知道你要回到一个自由的地方。我觉得是那个时刻开始，我在确认记者是我的 calling， 它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个志业，因为自由不是与生而来的。我觉得是在中国那2年的经历，让我知道有很多我值得珍惜的地方，尤其在台湾这块土壤有很多值得我珍惜的地方。对，那个对很多记者来说，应该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应该很梦想的事情。就是你说外派吗？对啊，但是以我的经验，其实很多人是不敢的。其实很多人会想要了解中国，尤其是。它就是一个起飞的国度嘛，那很多人会想要去体验，对，所以反而那个时候是不少人想要争取，对，那但是就是说去了以后你要怎么活下来？譬如说我们都会想象的游戏规则是，你去那边就一定要拼酒啊，所以男生去会比较好。你知道在那边因为我不会喝酒，所以我常常需要他们常常。中国人有一句说法，就是说你要上了饭桌，你才是真的朋友，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吃饭的方式跟他拉近关系，就是我们说的人脉关系嘛，建立这个信任。每一次他们都会说啊，你是台湾来的姑娘，你一定会唱几首歌吧？所以他把台湾来的姑娘等同于林志玲的说话方式，等同于阿里山的姑娘，这样子，就是他们对彼此的认识都非常的偏狭和狭隘。我说在20年前那个时代，那我印象深刻的时候，每一次他们要灌我酒，白酒，我都要先付钱，大概先早一点进场，然后早点去餐厅，付10块的小费给 waiter， 然后请他帮我蒸的是开水，又或者是。你知道那个他们以前都是用白的毛巾嘛，在餐厅里面，我可能一喝我就要稍微掩盖一下，然后把酒吐出来，因为他喝的是高粱，可是我没有办法喝酒，所以我知道那边的游戏规则是非常非常丛林的，至少是在我待的那个时候。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真的想做一些追踪报道的时候，我们会跟很多的中国的异议人士互动。那跟他们互动就要有很多的方式，包括说你要2只手机，或者是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你要先去公用电话里面跟他换个地方，因为你的手机可能是被监听的，所以类似这样子的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你都会在中国发生。那中国是一个量体很大又很不均质的地方，有它很可爱的地方，也有它很贪腐的地方。其实一般的人民，你跟他互动，你就觉得很可爱。可是你面对一个权力的核心、比较集权的国家，他对媒体想操弄的，他想要让你看见什么，其实你都没有办法选择。所以在中国做采访的确有它的难度，但是因为
了解中国很丰富的地方，你也会想要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譬如说我去延安采访的时候，警车开道，对，是不是没有在台湾发生这种事情？警车开道的一个状况，对，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官威很大，所以记者就尤其是譬如说央视啦这种中央比较集权的这种，或者是说政府的媒体吧，所以我跟中国的记者，我那时候采访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跟中国的记者或是外国记者在一起，比较少跟台湾记者在一起，就是想跳脱这种可能只有台湾的视角，然后去看世界的、看中国的一种方式。中国的时间有好去去个如何做记者啊？叶片呢，假使有睇关注报道者的观众，如果报道者做有归后给波头，而且还可以出很多本书，就是你们几乎每个专题都可以出一本书，因为每个专题都好长哦，很厉害。然后这本算是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第一本，对不对？对。我这个是在讲台湾的远洋渔业上的渔工的剥削，还有远洋渔的游戏规则。那这个报道，我觉得它蛮有标志性，是以前我们都觉得深度报道没有人看，大概在2015年我们成立嘛，很多人都说你们应该活不过1年或2年吧，就觉得台湾没有人要看深度报道，没有人要看调查报道。可是做了血泪渔场，这个也是跟印尼的调查媒体一起合作。它马上带来了一些改变，因为我们就是追踪一个渔工之死，然后到印尼。我觉得是这个调查报道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是说，深度报道在台湾是有价值的。那公共议题的讨论在台湾也是有人要关注的。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小物是相机嘛。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眼前有很多的摄影机，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到底要看到什么，在镜头那里面框住的东西，就代表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你这个镜头要照向哪边，要看向哪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选择的，特别是对于记者来说。所以那时候就是看到台湾有很多的移工、渔工，那我觉得可以不用顾及所谓的流量。KPI 这件事情，然后去关注重要的人和议题，是这个报道很重要的价值。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从血泪渔场开始引起很大的话题，而且到之后很多年，有一些舞台剧都还是其实有点从你们这边开始。舞台剧吗？就是会关注到移工，然后某个个人他遇到的状况。其实那个延伸其实非常广，对，我觉得那个有一种接力赛的感觉，就不管是调查的记者，或者是现在剧情片，或是你刚刚说的舞台剧的导演，我觉得大家都是延续这些议题一起在努力，像八尺门的辩护人，又或者是我在看《花外之一》，对，我觉得都有感觉是好像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这个文本，然后让这个文本透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更多人。加多汉语的剧团呢，等下嘅设立为他开假戏都对于归春游嘅提点，原来等下录底下那片呢，还在教书。对，那教书就是希望能够让年轻的一辈知道，这是一个很值得的志业，让他们在进入这个场域之前就知道说，现实不是那么美丽的。可是如果现实不是那么美丽，你还愿意进来，表示你真的有爱。这是我母校啊，我那个政大传播学院毕业，而且那时候我们是大1、大2还是分系的状况，所以我就是读政大新闻系4年。然后这就是我们平常会生活的地方。传播学院在山上，所以我们常常下课的时候10分钟就要从山下跑到山上，有时候公车等不到的时候就是飞奔。这个是政大传播学院。1993年来到政大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大2的时候才有机会到传播学院。传播学院那时候非常的新颖，而且还有一个剧院，对，有一个剧场。
那这个边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大三的大学报是在这里实习的，在这里开会，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记者的生活是这个样子。你看很多的涂鸦，哇，这样看得出来你们新闻系的真的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不会啊，就是青春啊，而且觉得好有趣哦。我觉得做新闻的人都稍微自由主义一点，也稍微 liberal， 稍微中间偏左一点。所以大学的时候一定会很喜欢读马克思，读批判传播理论。对，这个是我们大学过的生活，很理想性的。这个是 V8嘛哦，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加拿大做访问学人的时候所用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拍纪录片。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因为我们也有派同事到现场，那我自己也有到现场。在现场你会看到一个记者旁边围绕着上百个警察，只要有抗议的人或者是记者在的时候，因为记者是追着抗议的人走，那警察是追着这个记者和抗议的人走，所以常常是场面非常混乱的。那你闻到那些刺鼻的味道，其实真的是会流眼泪。脸浓墙手持烛光，但是在香港大学，还有在香港任何地方，你都没有办法公开的悼念64了。我觉得这就是台湾跟现在香港最大的不同，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别。大家常会觉得新闻很廉价，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在新闻工作岗位的人，他都是很认真的在处理事实，所以反而觉得一般读者应该要能够支持好的新闻，因为其实台湾是有很好的新闻的存在的。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在华文世界里面，整个台湾土壤是很民主自由的，所以媒体虽然百花齐放，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媒体在认真的做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那这个是所有民主的基石，它是让台湾民主社会很多权力者可以被监督的。很期待，就是如果有兴趣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还是相信它是一个很棒的职业，然后愿意投入的一份工作。好多学历在开港希都真是太好。你是大学的时候就新闻，你好无聊决定要念新闻吗？就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小学耶，哈，对，小学就想当记者。小学有一个，小学我们开始有所谓的自治市市长的选举。对，结果我选上的是叫新闻局长，对，然对，所以我在什么啊？为什么你小时候会选上新闻局长？就是在整个大家投票，对，大家投票，所以已经有一个民主的概念，在一个1000多人的学校里面，已经有民主投票的概念。那有点像是市长他在任命，有点像内阁制的状态。那我记得小学5、6年级就会在学校的广播室，中午午休的时候，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必须要念一些新闻。分享给大家，或是播一些音乐，所以那个可能是我现在回溯觉得是有一个很小的种子在那里，但是比较关键的是应该在1989年的64天安门，那个时候我是中学2年级吧，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我看到的报纸跟我认识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还是回到那个党国教育的遗毒，所以我想，原来记者新闻就是历史的第一支笔，有了新闻的记录，你的历史才可能被正确的看见。那时候就对于新闻工作有了更多的敬意，而不是只是小学生说我想要播东西给人家听分享而已，它有再多了一点意义，就是带回真相。当然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选了政大新闻系，是还蛮觉得是可是那个时候还是老3台的时候，这电视虽然有些电视也慢慢出来了，可是一直想象的就是新闻好像就是在电视台，可是进了政大新闻系，发现有不同的媒材，我就对于写文字、编杂志
写深度报道是感兴趣的，但是我第一份工作还是在日报。后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我觉得最大的转弯应该可以算是报道者吧。因为其实你们有一点就是开疆辟土啊，它就是一个没有人想得到，你们当初一定也想不到可以活那么久。今年第10年。对啊，而且完全是没有就是政府啊这些，完全是一般的民众的捐款，竟然可以支撑。我们也没想到因为那时候我们就三个没有嘛，一个是没有政府的预算，不拿政府预算；第二个是不拿企业的广告；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设付费墙。这个不设付费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啦，就是很冒险的决定。如果有人要捐钱给你，要订阅你，可是你又不设付费墙，那我为什么要付费呢？因为我都看得到嘛，你既然不设付费墙，可是我觉得它的存在就是它是很 open 的，它是很公共的。公共的意思就是你也是报道者的参与者，当你参与了好的内容，你会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你会想让那些不一定能够付费的人，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可能弱势的人，他也同样有资源可以进来，因为你的支持，他也同样的可以看到这些内容。所以报道者这个公共性，其实也是这10年来你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一群人非常坚信公共的价值，他觉得新闻不应该是被买卖的，不应该是被交易的，新闻不应该只看点阅率，新闻应该是从事实出发，可以给出深刻的建议和看见。所以报道者的意义可能不是只是在报道者工作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一直长期支持我们的人相信公共的信念。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信念，可是敢做这件事真的是很猛，很猛啊！可能就义无反顾吧。对，然后荣幸大哥创办的时候是50岁左右，那我加入的时候是40岁。其实40岁，人家说40而不惑，我是非常疑惑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新闻工作是不是还能够那么有理想。我们是不是就违背了我们过去的新闻信念？所以有一点是大胆的开疆辟土。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废墟里面有没有可能开出一朵花？这中间有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对，那荣幸大哥作为创办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搭配起来也蛮好、蛮有趣的一个平衡。我永远会想到事情可能最坏的 scenario 的发展的可能，但是我会为这个最坏的可能做积极的准备，所以我不会放弃。但是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他永远会想到是一定会有正向的发展，所以我们两个算是一个蛮好的平衡。我们遇过各种大风大浪，因为记者不可能完美，一个媒体也不可能完美，我们不会有上帝的视角，所以一定会犯错啊。那犯错的时候怎么办？怎么样透明、公开、真诚的回应读者？譬如说告诉读者我们犯错了，或者是我们做更多更好的报道，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上。对，我觉得只有你持续做更好的报道，很真诚的跟读者互动，我觉得很多问题会克服和解决，而且大家是看得懂的。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月只有4个赞助者，现在有8000多个赞助者。对，那10年了，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譬如说能够累积到1万个赞助者，这些定期定额的赞助者对我们来说都是让我们可以持续走下去的力量。有底下黑营运长，营运长就是也要负责钱，对不对？我现在也要开始募款。对，哇，你应该没有想过你记者会当到需要募款对，但是如果自己在做的事情能够让新闻工作、专业的新闻工作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也必须要试着转型的一种目标。对，采访你还是没有断啊？没有断，所以会很辛苦。他现在还在教学嘛，还在教书。对，那教书就是希望能够让年轻的一辈知道，这是一个很值得的志业。
让他们在进入这个场域之前就知道说现实不是那么美丽的。可是如果现实不是那么美丽，你还愿意进来，表示你真的有爱。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最 practical 最务实的这一面，还有最理想的这一面都交给他们，我觉得那是我的目标。对，真的是要很有信念还有执行力，才有可能撑那么久我很有执行力，我的效率太好了。但是信念的话，就是觉得常常会遇到一些读者给你的肯定。那我们的读者比较不吝啬，像我刚刚来的路上，在高铁站就遇到一个读者，那我就知道，其实他们都在。对，那个感动是就会让我觉得可以再走下去。好多地下最面嘅集团呢，我们爱乡下来说，对于雪莉来讲，特别意义嘅料理，我这个没过过去吼，我们聊一下过多做了。等下一起吃东西好，因为我觉得记者其实有一个机会，好像开了一扇门或一道窗，你去到别人的世界里面，然后别人愿意信任你，把他的人生故事告诉你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种感觉是在你过了很多别人的人生。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有唱到我贵少我见到，不过一次我讲过，一见面就变做好朋友嘅波头炸嘅营运总理雪莉，也可以给他呢。我们好像真的没有一起吃过东西耶。有啦，有，对，太久冇見啦。不過今日嘅個特別係是一個對雪莉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我哋像處理木本眼嚟看下生係嘛嘅，好好奇哦。湯圓，對，而且是我們這是客家湯圓，不是紅白的，是裡面有包餡的，最愛這一款。你吃看看，我們不是擺飾哦，是真的可以吃的，吃看看。但是你挑了一个好像吃起来很难很优雅的，对，有妈妈的味道。可是我们家的好像不是这个哈，你们会加这个菜吗？会啊，会加很多油葱啊。油葱你不会吗？然后我们奶奶那边没开车呀，南部没开车，南部比较少加韭菜。哦，这个是韭菜，对不对啊？那你平常吃的是妈妈做的吗？他很会做，对，就以前他身体好的时候，他会做这种大颗的咸汤圆，非常喜欢。妈妈是很会做料理的人吗？会啊，他对食物有一种很奇怪的偏执，他会自己腌制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家会有那种蒸笼，有非常多蒸笼，我们家蒸笼是非常高的，就是会自己吹菜头粿啊，会做各种，对，我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变出来。我刚刚跟易容讲说，我们家有3台冰箱，他对食物有一种坚持，因为他觉得对孩子的爱就是要展现在食物上面。比如说你们这些时间，你们小时候几乎不用外食的那一种，对不对？没有，我中学对妈妈还会帮我，就是中午会帮我带便当，然后妈妈很有毅力。对啊，就是生病洗肾，可是他永远想要站起来再照顾小孩，不管他现在80几岁了，他还是觉得是他要来照顾孩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毅力，还有永远的就是像一个家庭的支柱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身上真的表现无疑。对，那你小时候是听得到客语的吗？我们因为后来搬到台北了嘛，虽然有在中立、台中都住过，可是搬到台北来就是实行那种国语教育，你讲台语、客语都是会被罚钱的生活处境下，就是很少听到客语。可是只要听到，就是小时候寒暑假去了阿姨的家，不管是中立、平镇或新屋，又或者是新竹。她们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讲客语，我觉得她们好开心哦，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然后又或者是在三合院前面赏月聊天，她们永远也是讲客语。
对，然后他们不想让小孩子听到的时候也讲客语，因为没有在客家庄成长，真的就会很难。对，可是有一个有趣的是，我的耳朵还是可以辨别对方是不是客家人。哦，就是在讲国语的时候，你还是会听得出来一些音调，所以对客家有一种很原生的敏锐。虽然我客家话很糟，所以我记得我在北京采访的时候，有时候遇到过去的台湾人，他如果讲客家话，我会说，他如果不讲客家话，我还是会听得出那个细节。我以前也会跟朋友说，如果我没有那个走歪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记者走歪，你怎么会走歪呢？我一直觉得记者是一个很难逆的工作，因为你遇到好多人，然后你可以有时候你会有一点帮助，虽然不见得有，可是我觉得对这个社会，就是如果你很真心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是好的，然后你遇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故事，人家还付钱给你，这样。对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以前觉得它是一个蛮完美的工作，完美吗？就是生活节奏过度过劳，可能不太完美。但是我觉得这个 lifestyle 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如果只能过1次或2次的人生，譬如说人生上半场、人生下半场，那我觉得记者其实有一个机会，好像开了一扇门或一道窗，你去到别人的世界里面，然后别人愿意信任你，把他的人生故事告诉你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种感觉是在你过了很多别人的人生。对，那我觉得那是很可贵的，就是你好像拿了一个门票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世界里面。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就非常感谢的事情。难怪你刚刚会说你也想要当演员看看。对对对，一样的事情。对。你自己觉得，像你现在也在教学，什么样的学生你会觉得，这个可以当记者？有什么条件吗？我觉得最重要当然就是好奇心和勇气啊。勇气的话，我觉得有勇气了以后，之前那个香港的评论家李怡老师，他过世了嘛。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一个人有勇气了以后，他会伴随很多好的条件，其他好的特质都会出来，包括善良，包括正直。那我觉得勇气这件事蛮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社群时代。我觉得如果记者要说真话，要去挖掘真相，可是社群时代又这么的分裂，你不能讨好。那这个时候，一个坚韧的，你说心理素质，或者是勇敢去揭露这个 inconvenient truth， 我觉得他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也需要不怕的勇气，他需要坚定的信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做记者，你要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核心的价值，然后不被社群网暴的时候你就收手了，然后有很多你看不清楚的事实，你要去调查，那个需要辨识事实这件事情，调查也是需要能力的。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刚刚奕蓉讲的，其实是好奇心嘛。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一直想问为什么，你就会停留在非常的表层。所以我觉得好奇心跟勇气是2件最关键的特质。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 This is the way， 我觉得那个韦伯讲得很好啊，就是说这就是我要走的道路。如果在环境最好的时候，你这个新闻业可能会吸引很多装腔作势的人，可是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还愿意进来，就表示你对他真的有爱，你愿意为他付出很多。所以这是这个时代，虽然很多人对记者很不看好，可是我还是觉得 This is the way， 你会把它当做一个珍贵的，甚至你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件事，相信这个工作这个价值。我觉得这件事的信念也蛮重要的，所以勇气、好奇心还有这个信念。那你那些特质是怎么长出来的？慢慢长出来的啊，因为我看到我们也不完美，可是看到有好多人在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很喜欢那个 Timothy Snyder， 就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觉得一个你会付钱给水管技师，付钱给修车师傅，就是因为你希望有健康的水可以饮用，有一个安全的车可以开。那你为什么觉得会帮助你判断？做一个好的政治判断或社会判断的新闻工作的资讯那么不值得呢？其实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就是即使看不到，其实新闻工作本身对于你的世界观的判断是很重要的。你选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媒体，其实就在跟着他投递了一个世界观，去 follow 他的世界观。当然，这个世界观最好能够多元，不要太偏颇。然后我可能是觉得我对这个专业、这个 craft、这个工艺这件事我很相信。然后因为我知道在不同领域都有在坚持自己工艺的人，而且我们会很尊重和信任这些在自己工作价值上展现工艺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运作的逻辑就是信任。然后信任是最重要的流通的货币，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是信任比不信任更困难的时代，对，那你反而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啊，可是又最珍贵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自己的工作的场域让人家感觉到信任，让这个社会可以很好的运作。比如说这个咖啡，我要信任，还有这个餐点，我要信任做出来的师傅，他整个流程都是很健康的。对，这也是一种信任，所以我只是刚好在我自己的工作岗位，希望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很多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都努力做到。那相信今天是你分享的故事话，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不论我们做什么工作，其实我们都需要你们这个工作。对，我们不可能独立存在，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到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社会才得以运作。韩国平常时间呢，会无论哪个条路如何接触，我都自信。不说用的现在你的观的自信啊，非常重要。里面非常感谢雪莉，感谢雪莉，谢谢玉荣。然后我们就关机继续聊。安子谁？谢谢谢谢。我要继续生嘛，要继续吃。要啊，很好吃啊。我觉得应该叫板，我们板岩，南部是洋板板烟，对，板山，你们是海陆，妈妈讲海陆场，板山是海陆吗？对，如果是现在是板岩，做蟹岩，然后所以他妈妈是讲板干，那就是海陆场，我一直学不起来的腔，为什么？南部都听不到，南部听不到吗？